元生日啦！我哋而家準備出嚟啦。3月10號係阿元24歲生日，成班社工同埋同事買咗個蛋糕幫佢慶祝，仲拍低錄影帶俾佢留念。夜晚放工，攞住同事送嘅禮物，阿元話嗰份感動冇辦法形容，有啲驚訝同埋有啲講到好開心咯，講唔出嘢咯，係感動咯，連埋切生日蛋糕嗰陣時咯，好少同人慶祝生日咯，每年生日都係1個5個咯。而家喺個紅豆沙，咁多年嚟屋企唔會有生日會，但係阿元就會請自己食糖水。好意頭啩，因為糖水係甜啊嘛，唔入心咯。今年生日，佢特別許咗個願望。我從來未許過自己願望，例如工作穩定啊，家庭裏邊開心心啊，所有人。阿元一直住喺灣仔，2年前媽媽帶住佢哋3兄弟離家出走，佢就冇再嚟過呢一區，亦都冇再見過爸爸。老豆經常都係打手鬧鬧或者打人咯，由細到大爸爸都係好惡。我又唔夠膽批評嘅，都係威嚴2個字啦，係有威嚴有惡啦。阿元自細讀書唔叻，又俾同學蝦，爸爸經常為錢打媽媽，佢覺得好冇安全感。呢啲咁嘅家庭啊，同埋俾人蝦嘅經歷都係覺得自己係好差咯，對自己係。除咗差之餘，覺得係自卑咯，自卑得嚟自己覺得又唔係好靚仔嗰隻咯。屋企同埋學校都有好多挫敗感，形成阿元畏縮怕事嘅性格。同媽媽搬離開灣仔之後，份工都做唔長，佢就索性隱蔽起嚟。而家阿元決心脫離隱蔽生活，對將來佢亦都有憧憬。希望自己一個好舒適嘅生活環境咁樣要係，將來繼續打工啦，係啊，繼續做翻啲好工啦，有收入啦，咁就得噶啦，幫到屋企人。先可以喺地盤做建造工作。3月31號係阿元做青年大使最後一日，政府未通知會唔會繼續資助呢個計劃，阿元嘅心情好忐忑。雖然係最後一日，阿元就特別提早咗2個鐘頭返工，希望盡力完成未完嘅工作。有啲衰得滯嘛，咪修改過咯，整開靚睇睇嘛，或者最後一日咯。唔通整個超級樣衰俾人睇咩？睇完之後咧，最後一日，阿元亦都收到佢嘅工作評核報告。咁咗你睇晒先，睇咗先，跟住影印翻嚟。估唔到啊！我都會有咁嘅欣賞嘅一面咯，有咁好嘅一面，例如準時啊，幫得同事手啊嗰啲咯。一開心咪懂得欣賞啊，唔開心咪今日最後一日咯 ，ending 日。下晝，主任叫齊所有青年大使入房，有事要宣佈。終於啦，都收到社署同埋總部嘅通知。咁呢度咧都我知道大家都好擔心㗎，不過我哋都冇辦法。話翻俾大家聽，嗰個合約啦，我哋會繼續落去嘅。一聽到再續約，大家即刻鬆晒。主任李天倫鼓勵佢哋再進修，提升競爭力。好，唔該晒。以前話自己得0分，而家阿元又點樣睇自己呢？以前咪0分，而家有7分。嗰7分喺邊度嚟？第一會自己俾自己咯，然後咧？跟住由屋企人俾咯，跟住就公司啲人俾咯。阿元打算將每個月4000蚊收入，2000蚊做家用，1000蚊儲起嚟讀電腦設計。重返校園嘅阿彪一直唔想面對鏡頭。上學期佢經常缺課，但係呢啲情況喺下學期有好大改善。
All gambling will win 咯。班主任陳老師認為阿彪嘅改變係因為佢識到一班投契嘅同學，肯接納佢。同學嘅關係融洽咗，咁佢令到翻嚟嘅動機都大咗嘅。佢會覺得翻嚟同朋友傾下偈，開開心心過到一日，又可以學到嘢，同埋佢成績亦都係幾好嘅，俾到佢一啲成功感。係啦，呢種成功感咧，亦都係可能佢之前係缺乏嘅。咁所以佢翻到嚟嘅時候，佢覺得自己原來係有用處嘅。阿彪上學期嘅成績唔錯，唔少科目都喺班上面排第一，喺全級亦都排喺前幾位。但係班主任認為佢仲未盡全力。譬如要做功課啦，我係未試過話係準時收到佢一本嘅簿。係啊，我真係每一次都要追咗好多次，咁佢先會真係哎呀 Miss 做功課好辛苦啊咁樣。咁啊就溫下次默書啲嘢啊。我想溫舞劇喎。班長 Josh、新移民阿輝同阿彪成為咗好朋友。佢哋大家都係插班生，雖然背景唔同，但係都想有好嘅成績，所以走埋一齊特別投契。大家一齊會互相幫助啦，係咪？咁我相信呢啲都會提升到我哋每個人學習咯。因為首先我哋嘅 friend 啦，係咪先 ？friend 又係傾得埋，又玩得埋。你叻嘅你教下我，我叻嘅我教下你，咁大家互補不足。邊個叻邊一科啊？阿 Josh 英文最好㗎啦 ，OK 啊。咁阿輝數學最掂㗎啦。咁話我科科都唔掂，我科科都唔掂。專題研習有關嘅同學過嚟先啊！阿彪、中希做資料分析。阿彪嘅老友仲有中希，佢話中希係鬧佢最多嘅一個。即係有時冇返學又俾佢鬧下啊嘛，有時做錯嘢又俾佢鬧下噶嘛。其實我會問佢點解嘅。咁一啲如果接受唔到，譬如話瞓晏咗嗰啲。開頭就勸啦，但係唔聽就梗係有少少鬧嘅方式啦。都唔少㗎啦，算啦。你點樣鬧佢？佢唔翻學嗰時，你點樣鬧佢？我會話，咁如果我瞓唔醒，我就唔翻學。咁我係咪做嘢？我同我老細講，我瞓唔醒，我唔翻工。咁佢聽唔聽你講？聽，所以改善咗好多咯。電腦科嘅陳 Sir 教咗10幾年書，接觸過唔同類型嘅學生。佢覺得阿彪能夠走出隱蔽，重返學校，其實已經跨進咗一大步。我哋見到即係呢啲學生真係需要人哋幫啊，真係需要個社會上邊有一啲嘅包容啊，即係父母師長嘅一啲嘅體諒啊。有時有啲嘢未必係佢想嘅啊，有好多環境因素咧造成嘅。以前阿彪成日上網打機。陳 Sir 就鼓勵佢發揮強項，用電腦嚟學習，仲鼓勵佢同同學參加比賽。科技比賽參加組第1名，利馬豆校。阿彪呢一日代表同學上台攞獎，佢同中希、Josh 同阿輝參加咗比賽，攞咗冠軍。呢個獎佢話意義重大。我升得上中學之後，呢一個係我第一個獎咯。咁我覺得呢一個獎既代表咗我自己嘅努力啦，亦都係代表咗同成班同學嘅合作啦。咁我覺得其實係好似耕種得到成果一樣。咁就我哋咪大家俾心機嚇，我哋可以再嚟。阿彪話：陳 Sir 係佢嘅啟蒙老師，而陳 Sir 就好開心佢哋嘅努力有成績。學生冇話好捱嘅，最緊要就話佢本身冇失去咗最基本嘅學習嗰個本質喺度，個本質仲喺度嘅，咁我哋先至可以誘發到佢出嚟。千祈唔好作弊啊！必須咧係用一個誠實嘅心咧去應付考試。6月又係考試季節，一個學年好快就要終結。今日考試啊嘛，咪有少少緊張咯。咁希望考好啲成績，咁就升中4揀自己想讀嘅科。就快18歲先至讀完中3，阿彪知道要俾人勤力追翻失去嘅時間。都會覺得有啲兜兜轉轉先至揾到間咁樣嘅學校，但係我又唔會覺得係一個浪費咯。咁如果之前唔係經歷咗咁多嘢，亦都唔知道原來自己之前做過嘅嘢係幾咁幼稚，幾咁去浪費。咁
其實浪費咗呢一段嘅時間，會令到我之後唔會再去選擇去行翻以前嘅路咯。7蚊磅，7蚊磅。我1磅。係。呢日出糧，阿元買多啲餸翻屋企。佢話最近屋企嘅經濟比以前仲差。媽媽2年嚟都揾唔到嘢做，屋企就靠佢同埋喺快餐店做嘢嘅大哥。本來做2份工嘅細佬，最近呢幾個月就失業，幾日先至翻嚟一次，翻到嚟又匿喺房度。咁我問過佢咯，係咯，佢點答你？佢話你越煩咯，就越唔翻嚟。即係佢覺得喺屋企好煩。唔好囉嗦啩，我又唔係好囉嗦，唔覺得自己囉嗦喎。阿元突然之間走咗入房，仲喊起上嚟。佢話擔心細佬，又唔知點講，覺得壓力好大。小心負到屋企啲錢，可能我能力有限啦，我唔係救世主。佢只係希望自己有個似樣啲嘅家，有氣氛嘅屋企，唔要身邊唔想有啲人講啲不雅用語嗰啲啦。媽媽身體健康咯，唔好咁多腰酸骨痛咯，其實係好難咯，全部都係用錢行頭，你點講啊？阿元下定決心要走出隱蔽。佢話其他人嘅接納就係對佢最大嘅支持。希望你睇佢之後咧，就唔可以加上又話，呢個小朋友好咩啦，幾可憐啦，係啦，老豆就係咁嘅，阿媽係咁嘅，屋企係咁嘅。希望就冇咁講咯，要識得尊重。跟住嚟緊嘅係東張西望。